优选的部分呢是有3万元的奖金鼓励，请处长来颁发我们的奖金。没事。好，非常的恭喜我们的金鱼萌萌的台南日常我们的小培育表演呢获得了优选的一个肯定那由我们的代表来这个带领感谢谢谢，请处长继续的留我们来揭晓第3支呢这个优选的作品好，那么第3部在优选的部分呢，同样是取3名宣布优选第3组陈韵如雕刻时光。恭喜我们的雕刻时光，今天戏剧的拍摄了不少雕刻的内容，并有呈现。画面和环境是5家目录拍摄的比较风格是短片的特色，环境自然的收录，让观者宛如当事者般的感官刺激，将是娓娓述说着雕刻人的心声，不像做的影像记录，将每个时间变化收录清楚。好，请处长呢，我们来颁发我们的得奖的奖牌。同样呢是有3万元的奖金鼓励。好，非常恭喜我们的雕刻时光。